所以我想这个诗班不是只有圣歌队，然后就是原本的这群人，欢迎大家对唱歌有兴趣的，一起加入到诗班当中，一起在圣歌队当中，在诗歌当中，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再一次拍手，谢谢我们的男诗班。那也可以先请你们先来退场啊，谢谢。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我们再次来到教会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也愿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听上帝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在开始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之前，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再一次分别我们的时间，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因为你的慈爱何等的美好，你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回应你。主，这时候我们要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求你透过今天圣经当中的话语，再次来使我们的灵命得着丰盛，得着饱足，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得着新的亮光，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将今天的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求主你来带领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曾经有看过一个报道，就是曾经看过报道，那这个报道很有趣，他的采访的人都是一些长辈。那这个采访的这些长辈，他们除了是长辈之外，又更特别，他们平均是一群95岁以上的长辈。那这群95岁的长辈呢，有人就去采访他们，然后问了他们几个问题。那他们被问到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再重活一次，就是你的生命可以重来一次，就从小到大再一次的话，你觉得你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这些长辈他们就有不同的回答，他们有一些不一样自己的想法。但最多人回答的就是在这些长辈的回答当中，最多人回答的统计第一名是这些长辈他们认为，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他们觉得我想要更多的反省，不要做太多鲁莽冲撞的事情。那第二个比较多人回答的是，他们觉得他的人生要更加的积极一点，而不是畏畏缩缩，勇敢一点，做多一点事情。第三个比较多人回答的这些长辈呢，他们说，希望他的人生当他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回到上帝的怀抱之后，他的生命仍然可以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从这些的长辈他们的分享，从这样的调查当中，你会发觉，他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回顾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甚至好像有点小小的失落。但对我们每一个所听到来讲，也给我们是一个新的提醒，就是也在提醒我们，好像似乎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去认真过每一天。而也有人在说，人的一生好像就必须要经历过4张床，第一个是婴儿床，第二个是单人床，再来要经历是双人床，再来要经历的是病床。当然你会觉得，听起来蛮好笑的，但确实这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现况。我们每一个人生，你都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阶段，从你年轻到你成熟成年，到你年老。我们都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目标，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计划。但是在这些过程，我们可能也在失落了某些事情，或者是在追寻的过程，我们可能也遗失了某些事情。我们可能对某些事情期待落空了，我们可能对某些事情没有符合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期待。或许此时此刻你对某些事情你也觉得有些遗憾，或许此时此刻你对某些事情觉得有点失落，觉得哇有点可惜。但透过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有一个新的提醒跟一个新的反省。而诗篇的诗人，在90篇12节，也是我们去年12月我们的背诵金句，他所说到的经文，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这个字在原文代表是你要去如何安排，你要如何计划，你要去如何经营自己的时间。你要如何去安排，如何计划，如何去经营你自己的人生，计划你自己的日子。诗会也再次告诉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经营，好好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浪费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机会，没有浪费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生命美好的礼物。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经文，以利亚
跟他的这些先知学生、他的门徒的故事，也让我们是再去思考，上帝是否时常摆放一些机会在我们的眼前，甚至就在我们的手中，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觉到，甚至我们拿在手中了，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运用它。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也希望给我们一些新的提醒。其实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培育了非常多的先知的学生，他们有先知的学校。而当以利亚这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当他被上帝接走之后，他的学生以利沙承接了这个工作，而以利沙继续接替了这样的门徒学校、先知学校的工作，让在当时许多人想要接受装备、接受更多的训练的这些先知的学生，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受到良好的装备。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以利沙的门徒训练，他的门徒学校好像非常的成功，以至于我们刚一起读的经文，你会发觉没有地方了，以至于学生提出来跟以利沙说：“哇，没有地方了，那怎么办？我们只好再盖一个新的房子，盖大一点的房子，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参与先知的学校，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参与门徒的学校。”在继续讲之前，再次鼓励大家，我们教会有开门徒学校，我们的空间绝对不会放不下啊！所以鼓励你，今天第一堂而已，每一堂课都是独立的，所以邀请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门徒学校。好，我们回来看以利沙的门徒学校，他办得很成功，所以坐满了。那这些门徒们，他们发觉到哇，有点拥挤，不是很舒服了，所以他们找以利沙去做了一个邀请他一起去砍木材，一起去建造房屋，让他们可以在那边更多的学习，邀请更多人可以一起进来。而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斧头掉了，但以利亚行了一个神迹，透过这个神迹，让这些门徒也看见如何把握手中的机会，把握上帝给他们这样子扩展的境界。其实从短短的经文，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先知跟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他们同住，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也邀请以利沙同去。更重要的，他跟以利沙、跟这些先知的门徒、这些学生，他们是一同经历。我想这跟我们信仰的历程也非常的类似。我想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在扩张、在不断前进的同时，我们有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神也与我们同住，上帝有跟我们一起前去，甚至我们一起跟上帝经历那个美好的事情。而今天这些门徒，他们跟以利沙一起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两件事情。而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落下的斧头，让我们可以来思考，是要把握我们手中的机会。这个落到水里的斧头，让我们可以去思考，要把握手中的机会。再次回来看刚刚的经文，有一天以利沙带领了一群先知门徒，他们在抱怨我们住的地方太小了，很多人都要来上门训课程，大家都要进来这里，报名非常踊跃。那这个门徒就告诉以利沙说：“让我们可以到约旦河旁边，我们砍一些树木，砍一些木材，让我们的房子盖大一点，可以邀请更多人一起来上课。”那当中他们也一个人有邀请以利沙，他就答应了，以利沙就答应了，跟他们一起去。这是故事的一开始。你会发觉这些门徒，他一些学生，他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渴望，他们发觉一件事情，发觉了什么？他们发觉那个地方太小了，他们发觉那个地方太过拥挤了。他们并没有想说这个空间就够了，这样子这些人在这边学习就够了，而是他们在想的是如何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学习、一起参与。你会发现这些门徒、先知门徒，他们的行动力表示出他们在感觉，在他们要改变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他们就愿意去改变。他们的行动力在于他们感觉到了，以至于他们行动。他们感觉到某些事正在改变，感觉到某些事正在发生，所以他们愿意行动，而且是邀请他们的老师一起跟他们去行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对多数人来讲，改变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觉得有一些事情需要调整，有些事情可能需要突破，有些事情可能是要有一些不一样新的尝试。但改变很困难，有时候觉得很困难，为什么？会觉得改变好痛苦啊。已经很习惯就惯习这样就好了。有时候觉得改变可能会有一些风险，说明原本的比较好啊。
有时候可能觉得啊，会一些反抗啊，不要啦，原本的这样就好了，不要有新的，心里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受，有点觉得不好过。所以有人说，改变也许会痛苦一阵子啊，可能会痛苦一阵子，但是不改变，有时候可能会痛苦一辈子。但是有这样的认知，却是得来不易的，因为人总是喜欢在原本自己舒服的环境。但这些门徒，他们感觉到了。他们感觉到，虽然这一群人在一起，跟以利沙在一起，跟他的同学们在一起很棒、很开心，但他们仍认为他们感觉太拥挤，他们有一个扩展突破的机会，邀请老师一起去做扩展的工作。但是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他们虽然感觉到要改变，他们试着去突破，但不是那么的顺利。经文接着我们继续看6章5节怎么描述。有一个人在砍树的时候，哇，很认真去砍树。但是这个斧子的头就掉到水里面去了，砍到一半，斧头就掉进到水里面了。哇，这个人怎么办？大声跟以利沙喊说：“啊，老师怎么办？那个斧头是借来的。”当时的这个铁器也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器具，铁器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这个不是他们自己有的，不是原本就在先知学校里面，不是以利沙，也不是任何一个门徒所拥有这个贵重的东西。而是他们去借来的。哇，糟糕了，借来的不见了。以利沙跟他们所做的事情，木头好像还没有砍成，房子还没有开始建大，哇，斧头就不见了，怎么办？好像不顺利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其实有时候跟我们自己的情况，有时候跟我们自己生活的状况也很类似。我们有时候计划一些事情，我们安排一些事情，但有时候跟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有时候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跟我们所预备的不大一样。好像这些原本你觉得我好像掌握住了，觉得我好像预备好了，但是这些不顺的事情好像接二连三的来发生。但是这样子借来的斧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你可以看作是你一个计划好的目标、计划好的方向，或者是一个你突然得到的一个机会。这些先知门徒，当他们借来的时候，当他们得到这个斧头，他们原本可以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可以改善生活嘛。他们前面经文说太拥挤了，太不舒服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来了，有办法去做了。但他们却把它弄丢了。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会出现借来的斧头，它有时候可能会短暂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甚至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们没有想办法想到。什么是那个借来的斧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能力，甚至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感动跟计划。有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斧头，让你去砍树，让你去扩展，让你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当你拿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先不要好了。”甚至你把它弄丢了，忘记为什么一开始你手上拿着那个斧头，忘记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这么做。有时候不见得好好的把握，甚至你就把这样的机会，神给你的机会，就这样错失掉了。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让自己自由》，它是一个日本的作者写的。在这本书当中，这个日本的作者他去采访跟大超过1000个20几岁的年轻人，然后一起对谈，然后有聊天的机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跟这些年轻人聊天之后，他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他跟这些年轻人1对1对谈之后，他发觉当一个倾听别人说话之后，从他回应的口头禅，从他回应的话语当中，可以发现这个人呢，他是不是一个持续成长，是没有抓着机会，或者是他是一个正要走下坡的人。所以当他跟这些1000多个年轻人，然后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对谈讲话之后呢，他得到了2个结论啊，他得到2个结论啊，一个是成长中的，一个是逐渐走下坡的啊。他从他们的回应，从他们的口头禅当中来去了解。好，我们来看。这个作者呢，他先从这个他分类出来、归类出来会比较正向成长、前进的这群人。他说跟这些人聊天之后，他说这些人回应比较多，都会回应什么？回应说哦，原来如此，哦，原来如此。而且他是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例外哦，就是
多数的回应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从这些20几位年轻人当中，他自己归纳进，他说原来如此这一句话，他说让听到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一个虚心受教的心哈，然后让人觉得对这个倾听者有好感啊，甚至想要为他加油，为他鼓励。好，那另外一个对照组哈，就是刚刚说他研究的另外一个对照组是他认为是在走下坡的。好，那他认为这群走下坡的人，在倾听别人说话之后，他们的口头禅、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都会出现，但是，或者会出现，不过，我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或者等等等等等。这个作者他说，这会让人这个对话当中会让人想要赶快结束这个话题，而且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厌恶。那作者认为这样的人可能会失去那个机会，失去成功，失去可以把握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他的研究，从这本书当中也再次反思我们自己信仰的经历。反思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上帝也真的是给我们不同的机会，就摆放在我们的生命，甚至摆放在我们的家庭，摆放在我们的工作，摆放在我们的教会，摆放在你的服事当中。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甚至是并没有看重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但是，不过，或许，或者，不是说原来如此，哇，斧头来了。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可能在各个方式、各个可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那个先知的门徒一样，握在手中的那个斧头，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参与，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事实上，上帝如同前面所说，上帝也借给我们每人手中一把斧头，使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才能，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可以去建造自己。更重要的，你可以去祝福别人，不仅是建造自己，更重要的，你可以去祝福别人。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去想，我们是不是就如同这些先知一样，好像掉在水里面，我们没有认真看重，甚至任意的去糟蹋他。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4节，他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有一天他要到国外去，要到出远门，于是他把家中的3个仆人全部找来，跟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些财产，让你们好好的管理。”于是第一个仆人来给他了5000块，第二个仆人来给他2000块，第3个仆人来给他了1000块。那这个5000的跟2000的，哇，他们非常努力。当主人一离开之后，他们非常努力的赚钱，非常努力的去运用手上的资源，于是他们又赚了1倍的钱回来。但是这个1000的呢，他一拿到钱，他就会想，1000块怎么办？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把钱埋在土里面，至少不会不见，虽然不会增值，但也不会减少，就埋起来了。但是主人回来做了一件事情，责骂他，而且把他圣经描述，把他赶到黑暗当中。这个经文我们再详细一点看的时候，领5000的仆人，他领到5000，他就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随即就是马上。所以这个仆人他一拿到，马上就去了。当他马上去的时候，他为什么马上去？你要想，他是一个仆人，他不是主人，这些钱财他所拥有的都不是属于他的。而当他取得了这样的机会，在他的手上有这样特别的在他的手上的时候，他马上去做出一个回应，他马上去做出一个选择。而那个2000的也同样，但那个1000的他说什么？当主人回来，主人说：“那个1000怎么没有拿去做任何的使用？怎么把它埋起来了？”他告诉主人说什么？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我很害怕，我怕你会责骂我。如果把1000弄不见了，你就会骂我，所以我就把它埋起来了。他以为那1000块还在就好了，他以为那1000块还在就好了，物归原主，拿去给主人，没有多没有少，主人应该很开心。他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觉得还在就好了，我没有弄不见啊，我没有多也没有少，还在嘛。我们发觉主人并没有告诉这3个仆人说你们要怎么做，没有说你们要去投资股票，没有告诉你们要买基金，没有说你们要怎么投资，没有，他只说按他们的才能给他们管理。所以当他们拿到的时候，5000、2000的随即就去做，1000的就把它藏起来。
主人没有给他们特别的计划，没有一个定很详细说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些人他们领受了，拿到了这些特别的机会，他们就回应，各自去做各自该有的本分。你也从这个过程当中发觉，每一个人给上帝给我们的也一样，不是多，不是少，不是给我们看我们有多或者是少，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握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认真的看待，而且是运用，还是就放在那边就好了，这样就够了？还是我愿意去做一个有扩展、愿意突破的机会？约翰福音9章4到5节，约翰福音如此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如此说，但他也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趁着还是白日的时候，还是白天的时候，就努力的将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摆放在我们手中的那个斧头，好好的去砍伐，好好的去建造，好好的去扩展。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不论你现在几岁，不论你现在经历了什么事，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机，都如同上帝借给我们的斧头，它不属于我们。有一天上帝会收回去，有一天上帝是会收回去的。但当上帝要收回去之前，我们应当学习好好的善待它，好好的把握它，发挥出生命的价值，发挥出生命的意义。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虽然这个斧头可能你觉得哎，现在好像丢失了，好像觉得遗落在哪里，好像还没找到，但是以利沙帮助这些门徒，帮助他的学生再一次看到，这个斧头会再一次的浮起来，而且会得到一个再次重来的机会。这个斧头是会浮起来的，会得到一个再次重来的机会。我们在这接着看刚的经文，在第6章6到7节，当这些门徒在那边大喊说：“啊，主啊，老师啊，怎么办？借来的斧头掉到水里了。”以利沙接着告诉这些门徒，问这些门徒说：“哎，掉在什么地方了？掉在约旦河的什么地方？”门徒就指给以利沙看说：“哎，在那个地方。”以利沙就砍了一个枝子丢在水里，斧子的头就浮上来。以利沙说：“拿上来吧。”那人就伸手把斧子的头捡起来。哇！你看到以利沙行了一个神迹，让这个斧头再次从这个看不见的约旦河当中浮起来了，让这些门徒有可以再次重来的机会。我们先来看以利沙先问了这些门徒一个问题，他问了什么问题？他说：“掉在什么地方？”你想，以利沙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上帝给他很棒的恩赐，很大的能力。如果当门徒告诉以利沙：“啊，老师掉到水里了。”以利沙大可以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就是斧头起来吧。当然起来不会有一个女生金斧头银斧头并不是。以利沙大可以这么做就斧头起来吧。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要这些先知的门徒要先认清一件事情，要他们先表达出一个行动的意愿，要为自己负责任。你丢失掉了，你这个机会原本在你手中，你丢失掉了。以利沙再次问这些门徒：“你愿不愿意？”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当你愿不愿意回应？所以以利沙问这些门徒掉在哪里了？要他们清楚的指出来，那个失落的地方在哪里，遗失的地方在哪里，那个你所迷失的地方在哪里？当门徒清楚的说在那里的时候，以利沙让他们说：“扶起来吧！”再一次的紧紧的抓住，并且为自己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再一次的去负责把握住。或许，如同一开始问大家，你现在有没有失落，或是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或许你也像这些门徒，你手中失掉了某些东西，但是神再次让他要浮上水面。第二次的机会，也让我们作为我们生命的转机。上帝要让这个斧头失去的斧头再次的浮起来，让我们的生命有再一次新的转机，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可以去把握这样子的机会。记得好好的把握它，好好的把握它。上帝仍然问你掉在哪里，但当你真的回应时，你要去想，
再一次得到的时候，你如何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如何回应上帝？这斧头是借来的，再次的强调，这是借来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是自己多厉害，不是自己拥有些什么，借来的，上帝给我们使用的，所以好好的去想。所以或许我们失去了，但上帝再次让它浮到水面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好好的使用？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奇异恩典》，写这首诗歌的人叫做约翰牛顿。或许我们在讲道当中，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也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但我们也再一次来去思考，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如何去看见再一次浮起来的机会。这个约翰牛顿，当他还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他年轻不觉得这个有错，他觉得这就是一桩买卖，这是一个交易，所以他觉得贩卖黑奴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一次，当他在航行的时候，在要出海航行的时候，他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效法基督》。而当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开始去思想过去生命当中的错误，开始去思想过去生命当中所犯一些邪恶的事情。那他一个思想就开始在脑海中不断的打转，在想，他说：如果神真的是真的，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过去是个卖黑奴的，我是一个欺负人的，我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如果上帝是真的，那该怎么办呢？他开始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上帝的帮助。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一无所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你施恩给我，让我可以脱离这样黑暗的日子。”再有一次，他要一样就是要航行，但在航行的过程，这个船只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牛顿在那时候做了一个祷告，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们。如果我这次我上得了岸，我要过不一样的生活。”他这样跟上帝祷告：“神，如果你怜悯我，帮助我，让我平安的上岸，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当然，最后他的船平安的上岸，抵达了目的地。他都悔改，将自己献给了耶稣，最后成为一个牧师，也写下这首奇异恩典的诗歌，用来纪念上帝的恩典，挽回他的生命，让他有从头开始的机会。他紧抓住了，他紧抓住了。这就是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这也是最大的神迹，也是上帝的恩典。如同以利沙展示让他的门徒所看到的，如同约翰牛顿他的生命所经历到的。而更重要，这样的神迹是让人跟上帝的关系再一次的恢复，让人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让人跟上帝的心意是可以对齐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生，我们都只有一辈子，但是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第二人生，开始我们的第二次生命的机会，就是再一次紧紧抓住手中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斧头。在台湾的华语乐团，那个非常流行的乐团叫五月天，他们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叫做《第二人生》，而这个歌的 MV 里面的主角是全联先生。那这个全联先生在这首 MV 里面，他扮演非常多不同的角色。他扮演了医生，扮演了计程车司机，扮演了房仲业者，扮演了警察，许许多多不同社会的角色。但每一个人在这个 MV 在他们的事业当中遇到了不同的挫折，遇到了彷徨，遇到了恐慌无助的时候，他们觉得MV 当中表达人生好像就被限制住了，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这个 MV 的最后，这些每一个不同的角色，不论是警察，不论是计程车司机，不论是这些医生，他们最后脱下他们自己的制服，脱下自己的外袍，象征性的是放下过去的一个束缚，突破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向前的奔跑。歌词当中，他有提到。有2段非常特别的歌词，其中一段歌词他说：“期待一趟的旅程精彩万分，你却还在等，等到荒废青春用尽体温开始悔恨，期待永恒怕伤害，粉身碎骨最后还是一个人，没有神你孤独的生存。”当没有神与你同在，当没有紧握住那个机会，确实就如同歌词所说的，人生好像就是如此，被限制住，被抓住了，没有神，好像是一个人孤独的生存。但是后面的歌词，第2段的歌词，他说：“期待一种永恒，即使伤痕也奋不顾身。也许会有一个人陪着你向新人生启程，生命还没有黄昏，下一站你的第二人生。”当然，这是一首流行的诗歌，不是我们教会的诗歌。但是从这张诗歌，你可以反思：那个人是谁？是我们的神，给你再一次的机会，让你的第二人生可以继续的往前。不论你现在几岁，不论你现在做些什么，神都与你同在。
那个已经失去掉在约旦河里可能看不到那个斧头，再一次的浮上来，紧紧的抓住，找到上帝要你前去、要你去扩展的机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如此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也是用他的生命在做见证啊。过去保罗的生命，他是一个在抓基督徒，然后以抓基督徒为乐的一个生命。他觉得哇，抓基督徒很棒，很开心，他生命的成就感。但他遇见上帝之后，他才发觉，哦不，这不是我要的。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才发觉，他为上帝而活，不再是为生命的错过以及浪费在过活。他发现他生命过去是错过的，是浪费的，是很可惜的。他后面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不断的传福音。我们也要把握这个不常有的机会。不知道上帝在什么时候把那个机会放在你手中，或许就是此时此刻，或许还没有到，或许你可能失落了。但是当有的时候，为上帝、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的价值，为自己的生命活出一个新的，而且是一个美妙的篇章。当我们看见自己的限制，如同这些先知门徒、先知学生看见他们在那个限制当中，在那个学校、在那个住宿的限制当中，他们向以利沙求一个扩张的境界。同样，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也跟上帝求一个可以扩展的机会。我想，上帝也会把那样机会的斧头再次放到我们的手中。上帝也会把那样机会的斧头放在我们的手中。今天我们也可能也失落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可能也遗失了什么，或者是今天我们也仍然还在寻找什么，或者是今天我们也在试着去突破、扩展些什么。但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走的这条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所走的。上帝要陪伴我们去重寻那些失落的东西，赖心我们错过的机会，那些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能，让我们可以再次重新握住那个斧头，让我们可以得着重寻回那个失落的信心跟祝福。也让我们再次发现自己的限制跟缺乏的时候，向上帝求一个扩展的机会。让这个神迹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勇气去服侍神、服侍人、服侍教会、服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斧头浮上来了，先知说：“拿起来吧。”斧头浮上来了，先知告诉门徒说：“拿起来吧。”这是一个拿起来的时刻。你愿意回应神拿起这个机会的斧头吗？愿你手中紧紧握住这个斧头，回应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吗？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再次寻回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让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时刻紧紧地抓住上帝特别的计划跟应许。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炼净我》。我们一起透过这一首诗歌，再一次来向神来回应，求神来炼净。